利用 OK Google 来查，在网络看到的，这可能是脸书 FB 分享。对了，看到那个照片了，然后荧幕录影变影片了。那里面的说明就是西藏宝塔花，但是网友说那只是高山大黄，说要搜寻看看，用 OK Google 语音助理来搜寻看看。按荧幕正下方中央圆圈一键连接。OK Google， 请搜寻高山大黄。为什么跑到那边来啊？在这里，高山大黄的地方。宝塔花，难怪叫做西藏宝塔花，号称1000年才开花一次。嘿嘿，奇怪，怎么会同样的植物还有不同的称呼呢？塔花，高山大，不太一样哎。藏族药材。
宝塔。哦，长在那么高的高山上啊！怎么也有叫做西藏宝塔花呢？号称400年才开花一次，哎呀，真是的，会不会是搞混了？雪山里面啊。里为什么都变成公里的里？左边应该有一个一字旁。号称宝塔花。塔花。塔花。比人还高。吃素环保救地球啊！这么高的地方啊！
应该很高啊，哪有像那么矮矮的？说可以长到2米高诶，哪有像照片那样矮矮的？这个啦，这个照片看起来就是矮矮的，这个才够高啊！这个也矮矮的，有的可能是刚长而已，长的时间长久不一样。为什么要叫做大黄？人家都叫做黄塔，或者是塔黄、宝塔，为什么要叫大黄呢？那不是会跟那个有毒的把混在一起了吗？人家这个是治病的呢，还可以生吃的呢。可以生吃的要用，不应该用大黄的名称。黄塔啦，塔黄啦，高塔啦。